呢啲綠油油嘅顏色，你哋諗起乜嘢？係唔係好靚？好似啲花草樹木充滿着生機。起初上帝造世界嘅時候就係如此美麗。佢做咗人類亞當同埋夏娃，但佢哋選擇想有上帝嘅智慧，食咗上帝話唔准食嘅果子。於是呢個唔聽話嘅開始就係罪入咗世界，最終人嘅罪惡滿盈。上帝要毀滅呢個世界，但係佢用方舟一隻好大嘅船去拯救咗挪亞一家8個嘅好人。跟住世代繁衍，人類嘅罪行仍然充滿整個地球，但係上帝亦都唔會再咁樣毀滅人類，直到佢見到亞伯拉罕對佢好有信心，佢祝福佢嘅後裔就成為今日嘅以色列國。你見到有好多奇蹟嘅事發生喺呢個以色列國，亡國2000幾年都可以復國。呢個黑色又係代表乜嘢？佢代表死亡同埋絕望，同上帝分開。問下自己有冇貪心、傲慢、憤怒，呢啲都係罪嘅幼苗啊！漸漸地，佢就會演變成為一啲好具體嘅行為，好似暴飲暴食啦、色情啦，甚至殺人啦，呢啲咁可怕嘅行為。紅色咁鮮豔，你諗起乜嘢？係血，邊個嘅血？喺主耶穌嘅血，佢係神成為人，揀咗一個有十字架酷刑嘅年代，去為我哋釘死在十字架刑具上，高高掛着，讓我哋每個人都望到神如何成為人，用佢嘅血去贖我哋每一個人所犯嘅罪。當我哋每一個相信佢嘅人，靠住佢嘅血就能夠將我哋嘅罪洗淨，喺神面前變回一個潔白嘅人。所以白色就係代表我哋一個信咗上帝嘅生命由黑變白，聖靈喺我哋裏邊改變我哋。所以我哋要信服上帝嘅帶領，結出生命嘅果子，就係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和節制。最後係金色咁靚嘅？係啊，金色就係一個燦爛美好嘅結局，就係主耶穌佢從死復活，跟住升天，佢答應我哋會再降臨，而我哋信咗主耶穌得救嘅人死後亦都可以與主同在。但係仍在世界嘅時候，主又派聖靈幫助我哋做好嘅行為去見證佢，並且有能力行善，同埋可以做好多義行。我哋基督徒嘅人生都係會有苦難，但上帝會幫助我們度過，經過試驗之後更加忍耐及對未來滿有盼望。我係司徒牧師，今日我介紹呢個以馬內利嘅卡牌，係一個桌遊嘅遊戲，可以用嚟傳福音，攞嚟建立關係。咁就請阿黃老師嘅發明者又嚟介紹呢個卡牌嘅內容、玩法同性質。請阿黃老師介紹下。好簡單啫，呢副牌咧嘅玩法好簡單嘅。咁我哋每人咧就係抽7張牌啦，咁跟住輪流出。最快出晒嗰啲牌嘅咧，咁就係贏家啦嚇。咁我哋話咧點樣出咧？就係一係就跟 number 出，一係就跟顏色出嚇。咁咧呢副牌咧，除咗呢啲數字牌之外咧，就仲有啲特別牌嘅。咁其中最重要咧就係呢啲序啦，有個 S 嗰啲咧就係序卡。咁序咧個特性咧就係我哋摸上手嘅話咧就唔可以出㗎喎嚇。我哋咧唔出得呢隻牌。咁有咩方法可以出呢隻牌咧？咁咧就要靠呢啲聖靈啦。我哋彩色嗰啲好靚嗰啲咧 ，F 嗰啲咧就係聖靈啦。呢啲聖靈咧嘅 function 咧就係可以出多隻牌，可以出多隻序啦，可以帶序走啦，或者出多個 number 都可以嘅。咁如果咧除咗呢啲牌之外咧，我哋仲有魔鬼啦。魔鬼咧就要罰你下家咧4張牌嘅。咁除非咧佢有佢有天使啦，天使咧就可以擋咗，就唔需要罰啦。咁同埋咧，天使可以幾時都出啦，同埋佢出咧有個 function 喺度嘅，有個功能喺度咧，就可以換牌啦嚇。咁你可以咧就一張換任何一個玩家嘅其中一張牌咁樣嘅嚇。咁個玩法咧就係咁簡單嘅啫。咁咧就希望大家咧都能夠通過呢個遊戲咧，能夠去建立關係啦。咁同埋將我哋基督教嗰個文化咧就帶出嚟咁樣嘅。阿志基，你抽到張咩牌啊？水變酒。水變酒。我係司徒牧師。咁水變酒咧就係耶穌喺個迦拿婚宴裏邊行神蹟，將水變成酒。咁有咩屬靈嘅意義咧？好簡單講咧就係
有耶穌就有豐盛嘅生命。耶穌喺約翰福音10章10節講咧就話：我來了是叫羊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你想唔想有豐盛嘅生命啊？想。咁就水變酒啦，有耶穌喺你嘅心裏邊啦。